来看国民党的中常委中国配偶何应禄最近伫抖音的影片，拢会宣传统一。国民党昨暗是以违反党纪来停止伊的党籍，这嘛是党主席陈立文上任以来头一份党纪处分的案件。也毋过何应禄是真不满，早起嘛去国民党的科技会来沟通。 我的言论没有违反到国家的法律，没有危害到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。党部也是考量到党的一些方面嘛，那我也说，不说什么。但是在第一时间发表新闻，我是有点寒心。停止党职有没有期限？是无限期，还是几个月，还是半年？现在我就等他们结果。 经过电话整个会谈，何应禄是强调讲，伊是中华民国的公民伊的言论无违法，伊嘛已经向中常会来提出申诉，嘛佮强调讲，伫处分书还未收到进程，伊会照常来出席中常会。另外，下晡3点开始，国民党主席陈立文甲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会见面来会谈。伫会谈了后，伊嘛会开记者会来公开说明。